靜觀呼吸，讓我哋嘅身體舒服咁安定落喺一個舒服嘅位置，背部盡量保持垂直，兩邊膊頭放鬆，保持一個舒服而莊嚴嘅坐姿，雙腳微微分開，穩妥咁貼住地板。喺整個練習嘅過程，你唔需要保持住同一個姿勢，你可以按你嘅需要調節你嘅姿勢。當你準備好，可以慢慢合埋雙眼，或者將視線固定喺房嘅其中一點。而家感受一下坐喺凳上面嘅感覺，感覺身體被張凳承托住，四平八穩嘅感覺。又感受一下雙腳接觸地板，嗰份腳踏實地嘅感覺。嚟緊我哋會用少少時間做一個簡短嘅身體掃描，由額頭、面部、頸部、膊頭、手臂、背部、腰部、肚皮、大腿、小腿、腳板，感覺成個身體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放到一呼一吸，感覺身體隨住呼吸一起一伏嘅變化。留意令你感覺到呼吸最明顯嘅地方，可能係鼻孔，可能係心口，可能係肚皮。將注意力放喺最明顯令你留意到呼吸嘅地方。吸氣嘅時候，你會發現身體微微咁脹起；呼氣嘅時候，身體會微微咁放鬆下沉。隨住身體嘅一起一伏，留意住當下一呼一吸嘅感覺。你又可以留意吸氣嘅時候，空氣係點樣由外面進入身體，而呼氣嘅時候，空氣係點樣離開身體。你唔需要控制或者改變而家嘅呼吸，只要讓呼吸隨住本身自然嘅速度
幅度同深度，純粹去留意、觀察呼吸嘅進行同變化。你亦唔需要諗自己做成點，只係專注喺自己嘅一呼一吸。如果你發現你個心游走咗，或者諗緊其他嘢，咁樣係唔緊要嘅，因為咁係好正常嘅。當你發現自己個心游走咗，只要輕輕同自己講，我留意到啦，然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嚟自己嘅一呼一吸就可以啦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分咗心，咁樣係人之常情嚟嘅。每一次察覺自己分咗心，都係一個機會學習將注意力帶返嚟當下嘅呼吸。呢一刻你嘅心喺邊度呢？如果注意力離開咗呼吸，只要溫柔咁帶返自己去返而家嘅呼吸。而家繼續留意自己嘅一呼一吸，同時亦可以將呢份覺察力擴展到身體其他部分，感受一下整個身體，由額頭、面部、頸部、膊頭、手臂、背部、腰部、肚皮、大腿、小腿到腳板。如果你想嘅話，心裏面可以欣賞自己用咗幾分鐘時間去練習覺察呼吸。當你準備好，你可以慢慢張開眼睛。張開雙眼之後，去留意一下整個身體嘅感覺。